爽佮有力作者苏彦德、苏成忠两人。录音苏彦德。几当前伫客厅看电视节目做到一个坎站，拄好伫歌星伫换表演服装的时，电视荧幕出现一个信息，是咧讲有人认为台客真怂，讲台语是无水准的。毋过暗会的制作单位讲，台客毋是爽拼拼的，是啪里啪里的，是代表漂泊的台湾精神。讲台语是高水准的。当我看到这的时，心内暂然认同制作单位的观点。刷落去，隔天透早，搁伫新闻媒体顶面看到全国上界美丽的士官长举麦克大家大声讲，咱的总统马英九即马当地落台啊！虽望是一个口误，总是互大家听到，心内气毛子煞一直扬起来。因为即句话敢毋是真无道话，讲出向时所有台湾人的心声。毋过向时马英九的民调干那9%，嘛是急平平，毋愿落台。总是即句话就会当听做是送互所有台湾人上好的新年礼物。会记得细汉读册的时，当时的新闻局长送的有规定，所有军公教的机构拢爱讲华语，连阮伫学校读册，囡仔嘛爱讲华语。总是阮有几个较马子的，拢会私底下偷偷讲台语。毋过爱真细字，若无互班上迄个赤白白的死查某鬼登记着，就爱互老师处罚，真正是糟蹋咱所有的台湾囡仔欠欠。有一摆我的阿母来学校找我甲阿母讲台语嘛，互人检举，因为安尼互登记过，真是衰甲落皮啊！伫迄当时会当讲家己爱讲的母语，是偌尼幸福的。迄款的心情，是即卖的少年囡仔无法度体会会到的。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变迁，有一寡政治佬为着要骗咱下港人的选票，福岛要学讲，因认为真怂，佮真无水准的台语，一开喙就讲袂认得的台语，讲甲喙甲全破，互人一听就知影是要来骗咱台湾人宝贵的选票的。总是嘛有一寡头壳空南仔空的人，互因骗去，是为着淡薄仔金钱出卖家己的选票，就安尼造成原底穿伫涂骹第6个鞋煞变成伫半空中飞，就搁算当咱劳工所纳的税金去买网来行，敢毋知咱人民落地地动子，戴口罩强要吊顶，就亲像古早人讲的天地颠倒变呀。若无鞋较会伫半空中在飞咧。台湾人讲台语，原底就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伫以前阮做工课的时，大家司机拢伫无线电顶头，拢嘛讲用台语在联络。有一半个伫贯穿大汉的司机，嘛拢对阮讲台语。虽望毋是真认真，总是阮嘛听有因讲的意思。有一天暗头调度人员就伫无线顶头甲一个司机讲，
你即逝走完，就会当先下班啊。迄个司机就应讲，多谢，那安尼我先来走。我是台语人，有受过台语专门的训练，耳孔有较来小可，听甲真清楚。伊的意思是要讲努力，我先来走。有人形容听无意思，就伫讲无人要看啦。若是水姑娘要先来走，一定真侪人要看。有倒一只鸟仔袂食草，检彩连念阿弥陀佛的人嘛挡袂牢。总是我认为伊有认同咱的母语，搁要学讲文雅的台语，即款的精神就值得咱甲伊鼓励甲学乐。因为讲文雅的台语，这嘛是一款爱台湾的表现。即马有真侪囡仔袂晓讲咱的母语，甚至含听都听无意思。这就是受外来政权洗脑所造成的。希望咱大家会当尽心尽力来杀咱的母语，对家己的家庭做起，互咱的下一代拢习惯用母语来沟通，因为母语是上帝赏赐咱汉字仔囝一个真水搁真好听的礼物。愿咱怂搁有咱的汉字仔囝会当早一日出头天。